这是我们跟荷兰在台办事处以及文化部、台北书展基金会以及荷兰建筑事务所 MVRDV 共同合作的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原本是在台北书展，然后有一个荷兰主题国展。那这也是台北书展的这个展览第一次移师到这个其他县市来做展出。自从1624年这个荷兰人到台南建立了这个热兰遮堡以来，那让台湾正式的迈入国际贸易的一个版图。那所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所以今年台北书展也特别将荷兰定为一个主题国。策展的一个理念大概就是区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那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呢，因为这大航海时期有许多的制图，所以当时有留下了许多航海的地图。那我们也可以在里面稍微找到一些台湾的踪迹。那所以在第一个展区呢，我们是介绍1624。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展览主要是要呈现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的外面呢，就是呈现了8位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包括他们最畅销的作者，以及甚至有一位是荷兰的汉学家啦。那未来呢，其实就是儿童，所以在未来这个展区呢，展出的就是他们的一些亲子的绘本，那以及儿童的文学家。那在这一圈里面，我们也介绍了许多的荷兰当代的一些文学的绘本作家。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北书展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其实主题展这从来没有移展过了哈。那因为今年主题展其实是荷兰展哦，那台南400其实反映的其实是台南跟过去的历史其实跟荷兰有很深厚的关联哦，所以其实是我们有共同交织的历史。然后我们同样是海岛的国家，然后这个重视科技发展的城市，那以及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环境永续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其实荷兰馆跟台南400有很深的可以彼此对话跟借鉴的这种价值，所以我们特别把它移到总图这边来。那希望对于荷兰这个国家有兴趣的市民朋友，或者对于台南跟荷兰究竟有过什么样的一个交集的民众呢，能够在这段时间到我们的市立图书馆来来看待、来欣赏、来参观我们这个荷兰馆的展览。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4月26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仔日方面，伫全台各地拢再来未少雨水，伫台南的詹文水库库存量达到73.9%，会当讲是解决欠水问题。大雨伫全台各地落未停，感受落着所在为水库补充水情。早至26号上午8点。云嘉南地区大部分的水库拢有小可提升，参像是南潭、仁义潭的降雨量达到106毫米，南华水库则是有68.6毫米。其中创下7个半月单日上大降雨量的詹文水库，降雨量来到101.3毫米，有估会当净水510万吨的水量。嘉义的南潭、仁义潭降雨量有106毫米，预估总降雨路流量有140万吨的水。曾文乌山头降雨量有101.3毫米，总降雨路流量有510万吨。南化水库的降雨有68.6毫米，预估也有100万吨的路流量。除了以上水库水情，伫高雄甲仙苑嘛有接近24cms 的河川流量，南水局将启动引水到南华水库做相关的续存。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2024台南自动化机械甲智慧制造展伫大台南会展中心盛大登场。今年有190间厂商，650家单位，展出各式自动化设备等周边产品。开展第1天就吸引侪侪民众去参观。请用钱。工商是报清境南部机械市场。
38年来办展努力，受到各间企业、厂商认同甲支持。每一届举办展览，场场拢是爆满。2024台南自动化机械甲智慧制造展，现场单位同款嘛是8场，总共有190间厂商，将近650个单位参展。《工商时报》创刊至今已经迈入第46年，在南部举办机械展也已经迈入第38年。去年以来，机械业面临了非常艰困的环境，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有超过190家厂商，接近650个单位参展，显示我们业者努力不懈的精神。所有的业界先进，也展现出对《工商时报》的支持与爱护。代表市长委特出席的市府副秘书长殷世时表示，台南自动化机械展是台南的第一大展，真感谢工商是保持台南的清净。这个展呢，在我们台南是算第一大展，也感谢《工商时报》啦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台南的深耕。那我们也感谢我们会长中心总经理3年前开始来营运这一块，那我们有一个优质的一个展览的环境。那我们的机械的一个产业在我们台湾是在世界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大概产值应该有1.3兆了。那我们台南呢，大概有1300多亿，占了1/10，也有1100多家左右了所以它是一个聚落。另外，为了产业界净零碳排甲数位转型需求，伫展览会场嘛举办3场论坛活动，分别是低碳净零、智慧转型。瞄准智慧制造、净零转型新契机，甲台南廉政透明价值等论坛，邀请3官合做伙讨论低碳转型的议题。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高雄市伫各界争取之下，将成立台湾第一间台语实验小学。由议员化工高雄会当、台南嘛会当，伊要伫议会提案做争取。也毋过，教育局回应，伫8天前就已经选全国之选，成立口笔实验小学，推广台语含西拉雅族语。学生对着老师唱歌练文母，课文嘛全是罗马拼音。最近高雄要成立台语实验学校，也毋过，即使台南口笔国小伫105年就拍头阵。转型实验小学，毋但教学生台语，同时推广西拉雅语，家长拢相当支持。毕竟咱台语是咱国内一个母语啦嘛希望大家的囡仔会当拢学习。即摆的囡仔其实拢袂使讲台语，所以假如讲好好要教，其实我是真支持啊。口皮的部分他们目前1到6年级在有关台语的课程的结束，除了2节的台罗拼音课程，那还有固定的1节台语课程以外，他们也增开另外2节的台语课程，所以光是台语相关课程就有5节课。鼓励囡仔伫黄金时期学习母语，校方出版4本相关教材以外，伫无同的学习阶段，各领域的学科知识，拢会含台语结合，做定水式教学。课程总节数至少有16节，超过学习总节数的一半。体育课啦艺术课啦这个课程我会加入一个台语啦阮家己的校本课程呢是在地游学找一个景点做一个深入的教学。阮带出去嘛是全程拢使用台语。对语言的学习当然是愈早愈好。听甲讲可能较简单嘛，读甲写，咱就要为愈细汉开始愈好。是咱台南嘛是真侪人所来去使用的这个台语母语会当安尼较完整的会当正式有这一个实验小学，这嘛会当看出咱政府对着咱这母语这安尼的一个决心要来教育要来推动。教育局表示，台南对推动本土语言教育相当重视，未来若有学校意愿转型，会辅导校方依照定数提出实验计划。也毋过上重要的，也阁是爱囡仔多多使用母语，甲长辈交流，互本土语言落实伫日常生活当中。台南新闻出会采访报道。112年所得税计算申报将于5月开始，今年到底有倒一寡无同？
包括着基本生活费用调升到20.2万，年满18岁会当选择单独申报。更详细资讯来看下面的报道。5月是报税季节，112年度所得税结算申报的期间是对5月1号到5月31日。今年的所得税申报到底有对一寡无同？除了年满18岁的成年人会用选择单独来申报，另外基本生活所需要的费用嘛提高，加上为了节能，今年的税额试算调整嘛做了修正。民众会用的以网络申报系统来下载。今年所得税申报的新措施包括几个重点，例如基本生活所需的费用呢，我们从19.6万调整成20.2万。那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民法已经把成年的定义修正为18岁，那所以在所得税这一部分呢，我们的成年也就在112年的时候也认定为是18岁。那换句话说，如果纳税义务人在112年这一年你是满18岁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自行申报，或者是符合规定就是列报为受抚养亲属。我们为了节能减碳，所以呢，我们在税额试算这一部分的出单条件做了一些调整修正，也就是我们觉得，根据你以往的报税资料，觉得你其实有能力来自行报税或是网络上报税的，那这一部分呢，我们今年可能就限缩，就是不再寄送这个税额试算哈。另外，为服务有领域报税需求的民众，国税局嘛提供报税预约3合1的便民措施，民众会用透过网络或者是电话来预约，依照预约价工3天内的预约时段到场来办理，会用缩短现场等待的时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古迹 Ancora 时尚艺术展览正伫台南美术馆展出，外面有国宝级大师严正发手画7层楼高的艺术墙之外，展场内面以青红仔色做主视角，有3大主题，除了会当近距离欣赏为米兰搬过来精选春夏女装系列，还佫有规面的12墙以及 VR 体验，另外嘛有装置影音等艺术作品。向大家传达时尚美学。在进步南区国税局艺文展览区邀请4位艺术家推出缓慢之旅浮雕画联展，欢迎喜爱艺术的民众前往参观。位伫南区国税局9楼的艺文展览区，即届推出缓慢之旅浮雕画的联展，总共邀请4位艺术家共同来展出作品，以立体浮雕画为主轴。由无同的媒材一层一层来堆叠，呈现大自然优美的景色。上午伫南区国税局副局长陈曼煌的主持，甲4位艺术家共同举行开幕式。展出的作品是由我们老师们共同研讨，使用不同的素材，石英砂加水泥，一层一层的堆砌，还有堆叠而成的。作品里面有吴老师的美丽田园小溪、浮雕玫瑰，还有极光；王老师的可爱调皮的海豚，还有优雅的天鹅；陈老师的秋日，还有星夜环星，以及我个人的幸福家园，还有人生旅途等等。请各位长官、还有记者、来宾、朋友们，轻挪你们的脚步，来欣赏我们的缓慢之旅。这每一包立体浮雕画的作品，利用石英砂甲水泥一层一层来堆砌，所呈现的拢是大自然的美景。该展览对今起一直到6月26日，欢迎对艺术有兴趣的民众会用踊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民团大学资讯管理系以及电脑甲通讯工程学系学生，整合 ChatGPT 甲开放平台资料，研发出自动生成旅游规划 App，
并运用美模技术，提升未来3C 产品的通信效能，得到全国赛肯定。民传电通赞。民传大学资讯学院的学生近年专题作品参加全国赛，陆续传出好消息。其中一组由电脑与通讯工程学系学生所组成的团队，运用5G MIMO 技术，开发出平板装置中可整合多频段又能大幅提升传输效率的天线，有望进一步提升未来3C 产品的通讯效能。那我们这一次参展的作品呢，它同时可以向下嵌容到我们的4G。那也有保持到，也可以使用到5G 的部分。那同时我们也可以使用在 GPS， 那具有一个多频段整合的一个优势。那我们这次的作品有导入一个 MIMO 技术，那这个技术呢，就是可以提高我们产品之间传输效率会非常高，传输效率会大幅提升。那有一个高传输量的优势。未来如果要进行商品化的话，那我们这边会具有一个更多的频宽，那我们也采用了 MIMO 的这个技术，那可以提出一个更高的传输量的特性。团队同学们也分享研发甘苦谈，几乎每周周末都泡在实验室熬夜讨论，最后成功克服多组天线互相干扰的问题，在许多硕班团队和业界人士都会参加的2023通讯大赛中，抱走联发科特别奖和通讯应用奖双料大奖，让他们直呼很意外，但辛苦也都值得了。我们这个作品包含了6支天线，天线间会互相干扰，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天线的解决它的隔离的问题。每周假日都会在实验室讨论，然后进行天线的研究与开发。然后有时候还要到熬夜才能解决，可以获得两个奖项，我们很意外。那这个比赛有很多都是硕士生，然后还有业界的前辈，所以对我们大学生来说有一点困难，所以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准备。而另外一组由资讯管理系学生所组成的团队，则是整合了 ChatGPT 和开放平台的资料，研发出可依照语音指令来自动生成旅游规划的 APP， 从景点介绍到住宿、饮食需求都能一目了然。同学们也现场示范并介绍他们的成果。我们是台北 Tour GPT， 我们是一个可以自动生成一套完整视觉化旅游行程的应用程式。然后我们是利用 Android SDK 作为行动装置开发，然后并且整合 ChatGPT API 以及 Google Maps API 还有 SQL Server 等技术，然后再结合一些资料开放平台中获取的旅游相关资料，然后最后呢，只需要透过语音的输入，像是请帮我规划台北一日游。输入之后呢，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套完整的旅游行程，并呈现在地图上面供使用者参考。我们也有条列式的视觉化界面可以查看。最后可以利用视讯化的编辑模组呢，来让我们使用者可以新增景点、修改以及删除景点。然后这样子让使用者可以方便的规划行程，只需要透过一句话，我们就可以全部都帮你设计好并呈现给你。团队同学们也分享，在有限的时间内从头学习相关技术，并整合在一起，虽是挑战，但也磨练他们的实力。最后作品在2023大专院校资讯应用服务创新竞赛中拿到资讯应用组第3名，也让他们感到很开心。为了我们开发这个系统，是因为 ChatGPT 的兴起，然后加上疫情后旅游复苏，所以我们想说结合这一套旅游规划系统，可以帮助一些民众来进行旅游的需求。我觉得我们在开发系统的过程中，时间很紧凑，然后我们也要准备一些比赛的影片、还有文件、还有报告。然后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在整合，我们可能一度有到2天2夜没有到睡觉。我觉得学到的这些技术，不管是以后对职场上还是研究所，我觉得这些技术的经验都对我们以后很有帮助。能拿下这些好成绩，不仅让学生4年来的努力学习，以及老师苦口婆心的指导有了丰硕的成果，更展现民传学子学以致用的创新巧思。校方也鼓励他们发挥所长，未来继续往相关领域发展研究，继续发光发热。记者林台报道。高雄罗岗博物馆推出外带拓工亮影展，透过物件以及影像记录，带大家见证台湾经济起步的罗岗历史。
矿工展了。其实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说，其实高雄有一段时间是非常依赖重工业的发展，然后去把这整个经济也带起来。它带起来不只是高雄的经济，也是全台湾的经济嘛。那当时其实煤矿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能源的来源。那有一段时间，其实北部的那个煤矿其实是大量的运往南部，然后去支持这样子的工业发展。那所以其实我们认为说，不能说因为南部没有矿工，它就跟台湾或是它就跟高雄是完全没有连接的。透过当年煤矿场内的物件以及影像的述说，让参观民众感触相当深刻。高雄劳工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以劳工为主题的博物馆，这次展出的末代矿工摄影展，直到4月6日。进场观展全程免门票收费，打卡盖章保留来过的记忆外，劳博馆也会免费协助观展民众将打卡明信片寄给想要分享在台湾的亲朋好友，这段得来不易的历史记忆。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4月2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